要来哟！要创啥啦？年假要来咯。对啊，所以咧，所以就是爱来甲大家提醒一下，也是要提醒啥物咧？提醒一寡安全的问题。哦，敢讲是倒一个网友甲你讲诶？你若知，安尼咱就咧讲废话。若无即集咱会是小编听你讲。好，请开始。安尼就要开始哦。咱今日开场清清楚楚，无既然会就是小编听你讲，就是安尼啦吼。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失恋、上班互头家骂，啥物拢会使讲。也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开发的节目，来听好白白，好白白。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的。伤久无录，小编听你讲，无啦，咱嘛无伤久，咱才录过一届尔。这第二集尔。所以这个时阵，迄个 slogan 要甲伊接起来时阵，小可安尼顿定者。无毋对，大家朋友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这就是阮两个啦。阮来就是遮尔累哦。好，唱两声就好哈，毋通唱伤久。对，我等下叫骂。我即摆就是要来分享一个网友甲咱分享的，但是咱袂当讲出伊姓啥。好，你要问我是安怎啊？啊，安怎？我会使讲一个字啊。哦，伊可能，但是这个人连一个字都袂当讲。嘿啦嘿啦，你知是安怎？我毋知，因为讲出来大家拢知伊是啥。原来这么明显就对啦。听者可能有一个人听到这个代志，伊就知伊是啥。哦，这是一个朋友甲阮分享的啊，讲就是变啊，就是连假休困，还是创啥，我连开工时无看到伊，因为一阵仔都无看到伊，结果才知影讲吼，伊变啊拄着连假，就出代志。啥物？对，咱先听看卖，咱先来听看卖，伊进前连假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好。伊伫咧旧年前面连假的时阵啊，伊就是拜休困拜五，伊就拄好想讲拜五拜六礼拜安尼直接个休困休3天，爽。结果伊就载因女朋友去上班，等去厝进前伫咧要举头前，结果一台就是向我要撇出去外口要停迄要插车要停伫咧停车格的人，直接个弄入去药局的门口内底。啥物啊？安尼嘛真拄好呢，安尼。敢有足严重诶？我毋知啊，但是我甲伊讲，安尼拄好药局内底有药会当顾。足地角的你，无啦，毋是啦，我是甲关心啦，因为其实地角，毋是地角，药局内底的人应该拢是点啊急救的知识哦，所以会当随甲伊对，那真正讲有啥物危险的时阵，至少有人会当甲通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第二个就是吼，伊旧年中秋连假进前啊，嘛是佮加班加一工，伊就是拢比别人较爽，要加休一工。结果伊伫咧啥物车祸受难者的救助协会头前，捡一台就是安尼要撇过正边的车，直接弄去社会的门口口。那拢是协会的门口口。啊，这拄好呢，伊拄好去互弄着，地当直接就去申请讲伊是受难者的救助安尼。这位朋友，这位假，咱甲心这位朋友，我感觉你写这篇来是要害我去互骂啊！啊，过来，第3届，好，国庆连假的时阵，迄天伊就想讲啊，即声要死啊！如果连假头前2个连假的经验无啥物好，所以伊即届国庆连假伊就无安尼摆，伊就无摆迄连假呢。但是迄阵仔伊就骑别人的车，险啊！伫迄国庆连假前一天，甲一个查某载走。毋是你想的迄个载走哦，是用车直接甲伊的灵魂载走安尼。啊，是哦。对啊，伊讲伊徛伫咧内线，啊对向有一台车就是要倒弯，结果迄个人就是拄2台车中安尼，颠倒头徛。哎呦啊，危险！啊，等到伊过迄个路口的时阵，第一台车向冲出来。啊，因为我毋是讲头前有一台车要倒弯，伊讲伊直接看无啊。啊，迄当阵就是伊甲因朋友借迄台车，大只，伊是徛迄大型车的。哦。啊，伊就讲伊就是哇足大力，规个腰只骨叫要转去，伊才呢。甲超过安尼，好佳在迄天无摔落，啊无迄别人的车呢，歹交代啦，嘛是啦。啊结果伊就讲，我本来想讲这人生安尼一年安尼3届已经差不多真恐怖，结果伊有第4届，有第4届，伊讲袂记是倒一工，啊地点嘛真奇怪，伊就是安尼普普通通伫行迄，伊平常是上班伫行迄条路安尼，2点一线，伫迄啥物路啦吼，毋好讲出伊伫倒啊，无咱人会知是啥。伊讲伊行伫迄上外边的车道。
结果一台车雄雄要正我嘛无拍电话哦，直接就互伊伫迄个路口安尼弄掉安尼。夭寿！伊落车的时阵哦，坐伫后壁的是伊的大家，嘿，就落来就讲歹势啊，囡仔发烧要急诊啊。即个网友伊就伫后壁写安尼规罐的，个戳落去就对，对，甲戳落去啊。但是我歹势甲念，然后念阮消音色的就是安尼，嘿，哦，讲了，然后听就没有听我咧讲啥，你会当写批来。你若到时阵你要着我讲啥吼，我叫迄个网友载你出去佚佗。你敢是啥物种咧？听到朋友啊，听到遮，先甲你讲一下歹势，因为即个网友做乐观的，甲阮嘛做熟的，伊就是做活泼的，伊拢就是哪讲一寡做恐怖的代志，拢用一种就是轻松的口气，乐观啊，乐观啊，乐天乐观，都一种，拢会当哦，正向乐观的乐观。虽然伊拢用即种足趣味的方式来甲小编讲伊发生的即寡有淡薄仔悲伤，有一点仔悲的故事是，但是阮嘛是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即摆年假你要到啊，可能讲大家无论你是要跨年，还是下年，无论是伫厝看烟火，还是创啥，你看有人去看烟火，进前有一年毋是新闻有报，你看烟火叫看啊，毋知天顶大概啥物落来啥物，我有去牵过呢，牵着倒。头壳顶啊！所以新闻迄个是你毋是我，你个目睭是头壳顶。迄个人就是目睭去喷着迄啊，结果消防队伫遐伊就咧洗目睭，哎哦，足可怜的。我甲阮阿嬷伫遐看，我就倒伊涂骹，阮阿嬷讲你倒伊涂骹看电视，对啊，讲啥物问题？冰阮老母就涂骹，就甲足清气的人，多谢欧贝妈妈啊。问题毋是迄是迄涂骹迄材质敢会寒。伊迄工可能有厝皮啊，可能有厝有厝物件都对啦，对，有厝物件啊。我就是倒伫遐看电视，阿嬷讲你看伫厝踮厝安尼看电视，毋足爽诶。你看人安尼出去，我讲好啊，阿嬷爬感冒我食。你这不孝顺，你叫阿嬷爬感冒你食。是我不好啦，是阮阿嬷较友好啦，多谢阿嬷吼，我被妈妈听阿嬷听哦。真正是。系啊，若是平常没有恁，若是有要出去佚佗，还是创啥，无要紧。出去了后，就是有啥物经验，拢会当甲阮分享。阮小编听你讲，就会当甲你讲出来。无毋对，主角就是你哦。对，就是甲你这做欢喜。你即摆是已经先甲大家讲出来哦。我摇过啊。摇。就是阮即摆就是有等的，咱后一篇有一个网友，伊就是甲伊出去佚佗的分享互阮。等的规篇拢会念互你听。对。但是是较欢喜的啦。咱头前先甲伊佫插一个较悲的。虽然讲要插悲的进程，就是嘛是甲大家呼吁哦，第三波疫情要开始啊。对，已经听讲，就是有的人就是第一届较紧啊，还是讲第几届若是有注射，是讲有去公共场所嘛，是爱记你接洗手、挂水啊，再是出国啊。对，出国倒来人，还是讲伫咧出国的人，恁家己嘛是爱较注意的。阮希望恁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倒来甲阮分享啦。对啊。若准讲你真正无说字较紧啊。踮厝听咱的 podcast， 对，去听阮迄较真正分享，迄2集啦吼，你袂孤单，对，你袂孤单，有一个人会知影讲你较紧的时阵是啥物款的心情。好啦，安尼呼吁了，咱要来讲一个有淡薄仔悲的故事啊。好，即个网友嘛又佫是另外一个网友吼，那么共款袂使讲出伊的字姓，因为若小看一寡小资讯，大家就知影是啥啊。关键的字啊，感觉这爱留一点仔面子互伊。对啦，留一淡薄仔互人探听嘛，留一淡薄仔互人探听，讲毋对，留一点仔互人探听，拢是啦，拢共款啦。非得就是吼，咱逐工就是拢有网友会来开讲，还是创啥？你今日若是较久无出现，还是讲寒冬，还是讲你破门的啥，你无来，阮其实都会去甲你关心。对。结果迄工本来想讲，伊本地有一家伊足欢喜的来，结果雄雄的过无2工了，伊就消失咯。想讲那安尼，发生啥物代志？后来才了解讲，就是因当初是因爸母甲伊安排讲，伊去相亲。相亲。伊本来相亲了足欢喜的哦。伊讲咱袂记讲，咱即个朋友是一个查甫的，查甫的，即个主角是一个查甫的。好，去相亲了，伊会做欢喜的。伊讲伊做欢喜，因见面了，就是2个人有留迄联络方式。对，遐仔佮甲迄个软体讲出来哦。伊两个就是留联络方式，逐工拢有开讲。迄当阵哦，打开始迄几工，伊用做欢喜的，欢喜甲逐工来，拢甲阮讲，伊去买因人拢无偷看阿妹啊。对，拢无迄个心思安尼。对，伊就想讲，就是伊就想讲差不多时阵啊，因为开讲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是敢若有戏哦。对，爱甲伊约出来。结果我就讲，迄个查某囡仔先甲伊讲，咱敢会当见面。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什么？你看？敢是我想的迄个？
就是心肝头皮泡菜安尼。人讲这世间上有三大错觉，第一就是你介意我，第二我袂记得，第三我袂记得。听众朋友，你若知的人会当写回来啊，甲阮讲者，甲阮讲者哈。啊，若是阮念毋着，你会当。歹势，我是甲你回事咧。啊，迄个查某囡仔甲伊讲要约伊见面，佮讲有一件代志要甲伊讲哦，足重要的代志。嘿，请讲。对啊，所以就是讲，你看一般人听到这是毋是足欢喜的？对啊。伊迄工伊是足欢喜的，规个心中足期待，叫去见面，叫你知伊甲伊讲啥？毋知呢，伊讲啥？迄个查某囡仔就甲伊约出来啊，伊若是食饭啊，足欢喜啊，就是开工了了，伊讲我有一件代志要来讲，哎，足期待的呢。你甲我讲啥？安尼。心肝头皮泡菜安尼，准备好要讲好安尼，可能迄只落甲可能冲出来，已经冲甲迄个，伊只落甲已经落甲头拢破去啊！对，那弄甲哪后呀？你是说讲弄甲哪后呀？再吐出来安尼，伊毋是掠土啊，是掠落甲。啊，结果迄个查某囝仔甲伊讲，其实我有女朋友啊。有女朋友啊？对，有女朋友啊！伊会甲伊讲，伊会甲伊讲，就是因为伊之前有答应爸母出来相亲，啊嘛甲伊讲，伊甲伊讲了袂歹，啊希望讲敢会使是爸母一个交代对，暂时先保持即款的尴尬，啊想讲就是朋友安尼，对，安尼因爸母较袂甲伊逼，啊即个朋友真正是足伤心的哦，因为安尼伤心几啊工拢无来甲阮见面，啊重点是伊敢有答应，你讲答应继续做朋友，对。应该是下啦，咱网友人真好呢。我是感觉伊会答应甲伊做朋友啊。哇，人真好哦。但是我感觉无要紧啊，啊无安尼啦，无咱小编替伊安尼伫线顶咧订一个朋友咧。然后想要熟悉即个苦主的人，欢迎写批来吼。啊，你若写批来，阮则甲你的批转互迄个人安尼。啊，你敢知影苦主写出啥物款？啊，就斯文啊，挂一支目镜安尼啊。啊，身悬咧，差不多一个查甫的遐悬。一个查甫遐悬，啊，体重咧，伊若是迄张相片无甲我骗，就是迄种伊迄伊头上迄张若无甲我骗，因为伊迄是用迄电脑画过迄种的迄啊，若是无甲我骗，可能是散啊，三条安尼啦。哦，安尼条件是外减嘿，条件听起来袂歹哦。啊，而且伊人做有礼貌的，有读册，啊对人嘛真客气。啊，网友敢有讲伊的条件？我想应该是查某囡仔拢会使，爱介意查甫的查某囡仔。哦，对，你上好是爱介意查甫囡仔的查甫囡仔。乱去，上好是你心内是查甫你的人是查某囡仔，啊你介意查甫的，对，啊是讲你的心内是查某囡仔。你嘛会使来联络我，我嘛是会当甲你斗牵线，啊，对方会接受毋接受我就毋知影。无确定。无啦，这头前讲这段是要甲这个网友鼓励啦。阮讲543，你听应该是心情较好啦。嘿啦，互你笑者啦。对啦，希望讲就是大家毋通掉价手。你看阮乌白白，我18岁，伊19岁尔。免着急，时间若到，缘分若到，自然就会来安尼。对啊，总有一天一定会就是找到一个甲你互相依持，啊，互相行做伙，啊，两个人做伙拍拼。若无嘛不要紧啦。乌白边暂时可能搁伫遮啦，阮会当陪你做伙啦吼。啊，万不如阮今仔日若无伫咧啊，你会一直摕出来放，一放嘛放出来听，一直拢伫啊，你袂孤单。你得感觉讲乌白边永远拢伫遮安尼，哦，足感动诶，永远拢伫遮。感哦，做啥？你个想要讲啥？感动诶点伫倒位？就是咱永远拢伫咧，咱诶声，无论咱今仔日家己讲家己感觉感动就对。10年、20年，无论啥物山明海誓。咱的声就永远拢囥伫迄个面顶，哦，对无？就是一直陪伴大家。哦，真诶，当初是无毋对。咱即马现主是甲网友的约束，我爱你，这拢是真诶，就是即个时阵尔。啊，但我以后毋是小编，我就无确定。好，过来分享另外一个网友哈，这个网友伊就是看咱迄工迄交换礼物，哦，顶礼拜对啊，哦，咱这铁粉呢，铁粉伊讲吼，伊就是某一年啊，因前公司，隔壁部门会办一届迄交换礼物，甲我共款呢，就是去用强迫的。哦，但是条件是讲办公室内底看会到，说毋免搁另外开钱买礼物。哎哟，听起来袂歹哦，毋免开钱买。无，后来听讲迄礼物拢是烂小烂的啊。但是伊讲过程是笑到腹肚疼啦，像讲而且迄届办了就无人搁要参加。你敢知有啥物礼物？有迄用一半的面纸，真实用啊，真实用。对啦，用一半嘛是在用。后来无用过啊。准年球的平安符，
平安符其实逐年拢会过火呢，嘿啊，所以准年的已经无效啊，过期爱烧掉，对，啊，还有过期的垃圾啦，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啊，还有迄已经互染破的迄有一个气泡迄种纸有无？一粒一粒咧，哔哔啵啵哔哔啵啵迄种的迄，已经染过啊，对，已经染过啊，真正是不爽。啊，还有迄无水的圆珠笔，哈，上含的是伊个摕家己的妹子出来交换，这毋知要创啊呢？我感觉这真有创意。哦，好啦，摕妹子出来换是真有创意，啊，还有迄啊写过迄字条啊。但是写过字条里面是啥物内容，我是较有兴趣啊。像你看我不三时拢会一两工写一两张，工课的代志。我遮你讲我不三时写一两张，互你啊，你拢无安尼，袂啊无紧安尼。你甲网友讲啊，我不三时拢会写字条，互你足感动安尼。无你拢咧交代工课，这是你哎杂杂晓，哎杂杂晓啦。有啦，有一寡感谢的字条啊啦，我特别我拢做礼貌的，拢有感谢，拢爱感谢呢。真的。我歹势伫遐写讲我爱你，我惊你隔壁的人会看到。等下去互翕起来，然后囥伫网络顶要安怎？无要紧啊，无要紧哦，无要紧，迄是你的名，毋是我的名。哦，安尼刷刷起，连讲歹写名。网友一点想讲奇怪，咱全部拢是后边你讲，听众朋友，因为北边后边要带咱大家游台湾哦。真的故事真长哦。对哦。好，要来开始讲啊。尻川要准备听咯。啥物物件啦？因为伊是桥头摆游台湾啊。哦，对吧？伊是环岛呢，对吧？嘿啦，就是这位 Y 网友，是，就是伊有去听咱环岛的 podcast 啊，所以伊就家己要骑机车来去环岛。结果听讲是两个人，所以伊毋是家己，是听讲是几个人啊？对吧？哦，是一丸，毋一丸，一丸一团。我毋知几丸啊，一阵人啦。对。所以咧，伊要甲咱分享伊11月15号到23号9天8暝环岛的行程啦。哦，袂歹呢。我刚才请假9天，会使啊。哟，啊，你敢要做我工课？我毋是拢咧做你的工课。咱拍个是要安怎？我请9天可能拍个是要安怎？就请假啊。哦。然后朋友你若连工，就是听着阮搁请假，就是阮两个去环岛啊。对。无。去开始。好，所以伊头一天哦，这个网友伊是为高雄出发的，就是咱环岛有的是北向南，有的是南向北，啊有伊是南往东，对，哦南往东嘿，对，就是咱环一日安尼。所以伊讲伊头一天的路线是要到屏东的四中溪。你即摆是变全 Q？ 我即摆屏东的四中溪，我即摆溪拢连溪，毋知为啥物。好啦，互你溪。好啦，伊就是讲，伊有甲咱分享讲伊食啥物啊，比如讲伊到屏东的市场食沙西米。哦，我叫是去要去垦丁才会食。是哦，我毋知我。垦丁毋是讲有一担就是足俗的哇，几啊把，但是伊遐叫一道菜啊，迄沙西米才会足俗的。是哦，我知影是啥物乌遐才有沙西米。哦，差不多就是迄个所在啦。哦。好啊，伊就想讲，伊经过迄火车头啊，拢会当翕相啊，佮有迄顿音啊。哦，这袂歹，我嘛足介意这个。我嘛足介意去但是我顿啊，拢毋知摕倒。你摕一本簿仔来顿嘛？哪顿哪夜杯。嘿。啊，过来就是到餐厅食饭。哦，伊讲平常时啊，餐厅客满呢，毋知是安怎，大家拢免上班哦。可能伊讲日子真好诶款。哦，有可能。我嘛感觉台湾就是平常时啊嘛，就一个人呢，定定的为虾米啊？对啊，可能年岁来一寡退休的啊，四界游山玩水安尼。对，伊佫有讲伊拄着迄电火条啊地下化，佫加种树安尼，即个工程咧进行，所以就爱另外洗头安尼。伊就讲爱特别甲这台电的人员讲一声辛苦啊，拍一下扑啊安尼。阮这无法度通知台电。暗时是住一个，哦哟，日本式的迄温泉旅馆哦。哦，袂歹呢。嘿啊，暗时啊困，真正搁在浸温泉。真的，而且迄温泉贵，平常时去都会当拍7折，有一种趁着的感觉。好，真好。过来第二天是为屏东要到台东啊，伊本来是讲要去看迄灯塔，啊，毋过因为迄温泉旅馆伤爽，所以爽过头，较晚出门啦。对，啊，佮有淡薄仔落雨，所以就改路线。对，嘿，啊，伊伫咧路上有食这原住民的特色的料理，
个原住民口味的咖啡，我无啉过。那像拢爱安尼吼，对，去台东的时阵拢爱食一寡就是在地口味。对啊对啊，过来就是。伊个有看到迄啊，拿皮改油盒啊，你知影？你知拿皮改油盒？我毋知。一台火车啊，听众朋友若有兴趣，当去 Google 一下。对。伊个有讲伊经过迄一个冰交道，就是迄日本迄漫画著名迄最成的迄个苏拉姆，这干啥念？苏拉姆。说说月亮个只就好。最近有电影啦吼。对，我还未去看，你要跟我去看无？好啊，有闲的时阵，听众朋友伊发一张好人卡我。嘿，我继续。好。过来，伊就是徛到要大的所在，已经天暗嘛，所以就要来去食物件咯。会出门就是安尼呢。对啊。骑车食饭，食大呢。过来第3天是要来去花莲。花莲伊讲天气真好，真热，徛甲足痛苦的。对啦，足热的时阵徛车嘛痛苦，但是我问你，落雨徛车甲足热徛车，你要选倒一个？我看迄雨是大是细呢？一时大，一时细。安尼可能也是好天好啊。对啊，景拍日好啊，安尼会当看海啊。嘿啊，所以伊就是讲，因为冬天嘛，所以日头就是较早落山。伊就是甲伊的车友，就想讲爱赶紧来去大的所在，安尼才袂拖伤长。所以因就伫咧夜市食暗顿。食夜市袂歹啊。第4天，伊讲伊难得来到花莲，所以想要来一个较爽快路线，伊就是决定伫咧市区安尼豆豆海啦吼。嘿，伊食啥敢有要讲出来？要若花莲食啥拢安尼啦，毋通甲伊讲出来啦吼。好。但是伊讲伊有食2间，无啦，无2间。有啦，伊讲伊2间啦，无啦，就是花莲有一个做有名迄。上有名就是2间安尼。对，两台发财啊吼。就是因讲因2个朋友一人摆一间啊，所以逐个拢安尼小可广告一下安尼。对。袂歹安尼气口边，就是你看，就是出去佚佗爱有伴，你这个当就是一人食一喙，还是讲安尼分。若无甲你一个人出去，像我咧一个人出去，一人就做物件诶呢。钱真伤。好。伊讲伊暗时带一间迄敢若加压风格诶。对。客栈。无法度想起来，伊敢有。寄相片，加，敢是哪像咧坐加，检查者应该是有哦。过来就食物件嘛，好，食甲就饱。对。过来是第5天来到宜兰。嘿。伊讲伊无去过迄塔罗谷。所以伊就伫咧迄牌楼翕相。观光客哦。对。过来伊就是徛迄苏花公路。又提醒大家讲，油一定要加好加满，再上路啦。因为苏花公路较长啦。对。伊有呼吁大家讲，毋通伫咧迄崩坑内底超车，就危险的。安尼暗时就食迄罗东夜市。第6天。来到家人，哎哟，来到咱家人啊！伊也无甲我约啊。你咧上班啊？对啦，我上班可能无伫咧家人。嘿啊，天气有淡薄湿雨安尼。阮家人当时无落雨。你讲嘛是有道理。阮家人无落雨，你可能毋是来家人哦。你有一种奇怪，真乃毋是家人的感觉哦。那天气较好啊。对啊。嘿啊。好，伊讲伊个中昼顿伫咧车头食迄手工的胖甲肉。有徛到迄英勇海。嘿。本来想要翕相，毋过因为迄停车无方便，所以干若放弃。过来嘛有到迄家人的迄庙口。对，就是伫咧庙口食物件。观光客啦，无毋对。我嘛是真爱去庙口食物件。过来第7天，第7天敢若行程有淡薄仔长伊要到苗栗。拄家人徛到苗栗。嘿，阮桃园咧。对啊。放过恁桃园。嘿啊，安尼袂使哦。安尼袂当，阮桃园嘛是真侪好佚佗的所在啊。唯一重点就是伊咧迄淡水食一寡物件，伊拄家人撒，伊拄家人安尼一路安尼撒去淡水，安尼足远的呢。是哦。对啊。家人甲淡水是安尼一张图，安尼是安尼地图的2个角呢。哟。安尼撒过爱足久的呢。可能安尼，可能迄工真忝。过来伊就是讲伊伫苗栗。有住迄住啥物所在？白沙屯香客大楼。哟，宫天宫的香客大楼啦。对啊。听讲足高级的哦。嘿啊，我嘛想要住看卖。而且一暗才1000块呢。
安尼有够俗。啊，伊讲就是做成迄饭店诶。伊敢有翕相吼？对，有翕相咱看。伊敢有翕相，你著看过相片，根本我敢若有翕相。我确定是毋是翕诶啊？哦，共一个人，无遐济人去环岛啦吼。好，所以伊就伫咧庙里困第8天。第8天要来到婚林。对。伊讲有妈祖婆诶陪伴，所以伊早就困安尼。讲废话啊，徛着诶，忝就忝死啊，困个变过哦。嘿啊，要去庙里诶路有经过迄定南宫啊、湿地啊，去鹿港老龟。老龟过来啊，食面线糊啊，安尼。对。佮要牛舌饼。过来佮要带香客大楼啊，无共款诶香客大楼。无啦，相片迄高级诶是即间啦。哎呀，你甲黑白豆安尼。无啦，其实两间拢有互我啦。伊讲这是5000级诶呢。是哦。嘿啊，看起来这足厉害。我嘛想要大看卖。双人房食无偌济啦，无咱免3000啊，无咱来去啊。会使，敢有经费会当？敢有经费哦？头家啊，你有听着吼？阮要出差啊，我要去香客大楼问一下啊。伊遮有讲，有一张房卡。伫咧退房了，你会当早走呢？是啊，因为伊是迄会当坐公车迄。安尼做有纪念性诶呢。真好，上尾一工啊。要倒去啊？要倒去啊？总算要倒去啊？忝死啊！尻川诶，尻川2边变4边，4边变8边。啥物啊？尻川听甲足恐怖诶。对，无写啥物行程，就是沿路安尼食安尼啉安尼，就倒去高雄啊。伊有讲啦，伊讲伊9天8暝上大诶。就是伊得到，就是伊较近了，伊本来食无物件了，对啊，食无味，结果尾仔拢食有啊，袂歹啦，恭喜，无伊安尼9天8暝拢安尼食安尼无味无爽。安尼嘛是。你讲啥物？人最后一天无创啥，人拄婚礼到高雄，一些去北港食物件，佮去台南食串冰，而且佮去倒，佮去黄金海岸伫遐看日头落山，佮去做夜城隍庙，做夜城隍庙，伫遐食迄钱呢，迄袂歹食。你知影倒一间我知啦，遐遮我拢有食过啦。佮有伊大香客大楼啦。对啦，好佳在啦，位置上重要就是平平安安出门啦。无毋对，平安回去厝。对，你看回来了就会当写一张遮长的分享。感谢我的网友，小编我的网友，我都想讲感谢我的网友，想讲佮变你的。咱两个冤家啊！我的网友，拢是阮的啦，拢是阮的网友啦，阮亲爱的网友啦。多谢。还有没有？你若是看你有去倒位，还是讲最近有去啥物好耍，还是讲有啥物好食的物件，还是讲你失恋有互头家骂，拢会使。不管是好的还是歹的代志，拢会当甲阮分享。对啊，就甲阮当做是恁线顶的朋友来甲阮开讲安尼。阮两个嘛会哪开讲哪甲恁讲话啦。嘿啦，这就是阮小编听你讲即个单元的意义伫倒啦安尼。对。若是想要甲阮骂吼，就你先写，我会哪看，但是我袂念出来呢。我嘛是会收啦吼，我会甲你说一声多谢。嘿啦，接受批评啦。对啊，无问题啊，就是好诶，爱感谢安尼。对啦，就是爱收，歹爱修改啦，尽量做到大家拢满意啊。但是就是希望讲，嘛是爱保持阮的原本的特色啦。因为听众朋友恁介意阮嘛是就是阮安尼啊，嘻嘻哈，无。阮真认真啊！我真认真，但是我真含嘛讲话。介绍你好诶 podcast， 我也无要卖药啊！这都袂歹哦。我感觉时间真正差不多啊。小编听你讲，这集就收一到遮。真正有啥物？紧的啦，恁爱搁紧。第3集想要听到第3集，对啊，恁爱搁紧来甲阮讲啊！你看这集人遐久，就是因为恁讲的物件，阮爱收集较久咧啊。收底啊。好，足久无换你搁会记啊？会啊。我来准备啊。好，要爱说喏，说一下。好啊，画一下哈。说喏，听你讲，听我讲，心疼爱甲小编讲，事事万项拢通讲。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毋是爱录音，说起来，我袂记迄啥，就是一个跋一倒跋一倒。捡着1仙钱，2仙吧？不吧？2仙你哪散？毋是1仙
买表送大姨，真正了解好过年。毋是爱白灵溪要开啥物钱啊？奇怪，白灵溪袂使，就是假做是人吼。你咧啰嗦啊！你问迄唱囡仔歌的人啊，吵死！过来，伊就是徛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听众朋友，你是毋是感觉讲有 NG 歹势啦？无啦，阮这集就是安尼尔啦。无毋对，这集 NG 较短啦。因为阮就是遮尔累哦，你开讲啊，无说啦，有啦，其实咱拄则有说，咱拄则卡卡。好啦，真正无啊吼，听众朋友再会哦，再会，拜拜，拜拜。